来为美国进口的樱桃，平时一斤至少拢300块起跳，讲即摆加较便宜咯。因为美国甲中国咧拍关税战，中国甲美国的樱桃是扣关税高达58%，所以美国的樱桃改卖予越南、香港甲台湾，所以最近买这个樱桃价较俗，讲俗超过3成。色水、乌豆红、大粒、搁鲜嫩嫩的樱桃，即马一颗免200。今年樱桃价格相比去年来说便宜了不少，因此店家也把樱桃摆在入口最显眼的地方。一颗水樱桃，去年一颗价销伫咧299到399，今年敢若199，俗3成到5成。樱桃礼盒嘛俗200，价销降3成。以后好像都200多块。会不会想说捡一下便宜啊？可以啊，可以考虑看看。2.99一磅，4.99，反正都有各种价钱，尤其是盛产的时候都蛮便宜的。樱桃价销会卖这么俗，主要原因是因为受到美中关税战的影响，中国对美国扣58%的进口关税，和美国樱桃换转卖到香港、越南和台湾，卖到越南价销比去年落5成，卖到香港的樱桃价销嘛是20年来上低的。加上前一阵仔美国当地天气真好，今年樱桃产量比去年增加大约8%，当地批发价销达10%到15%，和供价销的空间变大。有可能市场崩跌吧，整个市场崩跌，所以它就会比较便宜。今年的话是蛮大的，9肉左右，甚至到8肉半都有，然后一样卖199，顾客反应蛮好的。樱桃产季特别到煞尾，这一波行情嘛，互爱食樱桃的民众拢讲冇死呀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